美国职篮 NBA 卫冕军金州勇士先发中锋科森斯季后赛首轮与洛杉矶快艇的第二战伤左腿四头肌撕裂，赛季恐报销。勇士总教练科尔今天表示，波格特将顶替先发中锋位置。来自澳洲的波格特 Andrew Bogut 2015年曾随金州勇士拿下 NBA 总冠军，本季他在澳洲联赛 NBL 雪梨国王表现出色，今年3月重回 NBA 加入勇士，担任科森斯 DeMarcus Cousins 的替补。勇士将于18日与快艇队进行第3战。科尔 Steve Kerr 今天在练球时告诉记者，我认为波格特能做得很好，他一回来就状况很好。勇士目前在7战4胜制的这个系列赛，头2场主场只拿到1胜。科尔说，这就是为何我们要找波格特回来，就是以防万一，我们希望不要有伤兵出现，那是我们最弱的一环。我们很幸运能有波格特在阵中。现年34岁的波格特上月才说，他很高兴能回到勇士，即便只能在板凳席挥毛巾为队友加油，都会很开心。如今他的发挥空间显然将不止于此。科森斯受伤后，科尔可以选用23岁的年轻大个儿卢尼 Kevon Looney 或大前锋格林 Draymond Green 顶替，但他表示对波格特的能力很有信心。据媒体报道，科森斯的伤势不需要手术来治疗大腿四头肌，他是于勇士主场131比135败给快艇1役，在上半场拼抢球时受伤。科森斯因阿基里斯腱撕裂，几乎一整年没比赛，直到今年1月才加入勇士，没想到又受伤，恐让他接下来的季后赛全报销。